香港而家請人真係越嚟越難，但唔使擔心，政府已經放寬咗輸入外勞政策。你知唔知點樣申請最快、最順利？浩寶國際僱傭中心幫你解決晒請人問題。依家餐飲、建造、運輸、護理行業全部都可以請外勞。我哋提供全方位一條龍服務，由登報、辦簽證、準備文件到安排面試，我哋幫你搞掂晒。唔識申請？程序複雜？唔使驚，我哋團隊熟晒所有流程，慳你時間，慳你成本，快手請到啱人。你想揾啱嘅人，我哋用多種方法幫你揀，仲會安排好晒面試過程，務求揾到最適合你公司嘅人才。記住，政策隨時會變，快人一步至係王道。即刻揾我哋浩寶國際僱傭中心專業顧問，電話係91856750。